云安会主委林信德伊今仔日去立法院报告，不过所有立委咧是跳出来质疑讲，定有主管坐公务车去走私人的行程。林信德是讲，未来若准真正有这款代志，伊就会落台负责。另外，针对最近大型车是一直咧出意外，云安会讲会建议交通部直接把违规的业者全部拢公布出来。伫顶个月2日，国道3号路南斗六路段，竟然游览车弄小客车造成4个人死亡，和云安会列做一级事故。估计伫明年4月发布事实调查报告。主委林胜德讲，伫调查时阵发现，驾驶敢若是有超速的不良习惯，会建议交通部以后会让公布相关资讯，警告业者或者是职业驾驶。公布在网站上啊，那说老百姓民间如果要注意的时候，知道说建设用人公司它过去的声誉怎样，他是不是驾驶常常有超速的习惯，那当都会惊嘛，就不会去选他嘛。第一遍以云安会主委身份到立法院备询，林胜德和调查立委问讲，伫过去2年云安会负面的消息真多，包括前主委坐公务车进行私人的行程。前主任秘书瀑布加班费，还有累到白聊文化等争议。林胜德讲，伫过去委员大部分拢是学者，可能有真侪无同的见解。即马回来已经是新一届委员，以后袂阁有这种情形。过去的整个组织文化、组织的管理有问题，我们都在检讨啊。好，所以现在运安会能不能让国人信任？当然可以啊。之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保证不会啊。保证不会。那有怎么办？如果有就要负责任啊。怎么负责？如果有就下台啊。林胜德也讲，伫即马云安会还阁欠7位调查官，人也未报告，会继续找人，希望让提升陆海空事故的调查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